嘅名。耶穌嘅名喺上邊，乜嘢名都係喺下面。破產咩？憂慮咩？疾病咩？乜嘢名？乜嘢都係有個名嘅，係咪啊？你憂慮瞓唔着又係一個名，失眠又係一個名，咩病又係一個名，又找公司又係一個名，乜嘢都係一個名嚟啊！咁嘅時候咧，神話佢將耶穌嘅名嚟到超過晒一個名，所以講話凡求告主名嘅人就好緊要啊！你求告邊個？唔係佛，唔係佛爺，又唔係乜關公，但係求告主嘅名就必得救，即係話就有 deliverance， 就有得救，就有希望，就有盼望，就有脫離你嘅捆綁，脫離你嘅苦難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佢話神賜耶穌咧，那超乎萬名之上嘅名，記住喺呢度好緊要。你有咩 problem 咧？求告耶穌嘅名。耶穌話：我將我重擔，將我憂慮擺喺你入面，因為你嘅名係高過我所有嘅困難，所有嘅困擾，通通都係喺你腳底下。咁咧就叫一切咧，在天上嘅撒旦咧都喺半空中啊！所以聖經話執掌權柄嘅呢個執政掌權。空中屬靈氣嘅惡魔爭戰，所以喺天上有呢個惡魔，咁咧在地上咧亦有人為嘅魔鬼撒旦咧喺人後面咧要主使人嚟做。點解有咁多恐怖分子啊？唔係嗰個恐怖分子炸呢個磚頭炸嗰啲嘢。係佢想做啊，但係咧後面咧有個主造人嘅，有個主導啊。咁咧呢個惡魔嗱，所以咧在地上咧亦有佢嘅嗰個人嚟到主嘅。咁而地底下邊個喺地底下？一定係個魔鬼，係咪？撒旦魔鬼係咪？所以佢掌權就喺上邊，下邊又主喺地上係主持人。咁所以人哋鬧你啊，你唔好嬲嗰個人，因為佢背後個魔鬼咧主使佢鬧你，逼迫你，就係呢個魔鬼撒。講來講去就係魔鬼撒旦嘅工作，唔係鬼嘅工作咧，就係神嘅工作。咁咧佢就話叫一切在天上嘅、地上嘅和地底下嘅，因耶穌嘅名。大家講因耶穌嘅名，因耶穌嘅名，無不屈膝，即係話要投降。屈膝係咪投降啊？即係話你無論乜嘢嘢啫，因為耶穌嘅名，你求告耶穌嘅名就必得救。凡你求告主名咧，佢不使你羞愧。咁咧，你乜嘢事情咧？因為你求告，因為你求告呢個名係超乎一切名嘅耶穌嘅名，所以咧好緊要。我哋基督徒啊！點解要奉耶穌嘅名禱告？我發覺咧有好多人嘅祈禱啊，尤其是咁樣輪流祈禱啊，咁啊噏完呢度，咁又到你噏，又到佢噏完咧，先到一個人咧就好似結束咁啊！我話奉耶穌嘅名啱啊，就係咁樣就完啦。我話呢一個咧就係魔鬼撒旦嘅大話。我而家講俾你拆穿佢嘅大話，因為佢唔想你講完嘅，你奉耶穌名。因為譬如我講話奉耶穌嘅名，咁啊佢要屈膝啊。你又話奉耶穌嘅名，佢又要屈膝。你唔係喎，你講我講，你發唔發覺？你去好多地方啊，